一個時代，又點可以冇一兩個梟雄出現啊？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得獎作品，我今日攞得你一盤，我哋又幫你揾夠10萬。而家出面啲僆仔咧亂咁收片，如果我話事咧，警黑勾結嘅黑暗時代，我埋嚟啊！邊個埋嚟我就追冧邊個。我話過，總之我有嘅嘢，你有一半，白我最大，黑你最大，一黑一白聯手遮天100個500萬，5億。劉德華、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甄子丹，呢班死鬼佬，貪家就貪，搶家就搶。總票房突破5億人民幣，香港呢啲㗎，我哋㗎。追龍。